兩個彈法，你睇下咩分別？彈單音嘅，加啲和弦嘅。翻嚟先，聽唔聽到啊？就係主旋律下邊加幾個音。上條片咧應承過你，教你點樣加嘅方法得一個，叫做波子棋跳法。咁你揾個 F 音啦，跟住咧隔一個音彈落去，隔一個音好似波子棋跳過去，再隔一個音跳個波子棋咁樣，咁就係 F major 7啦，就係咁簡單。跟住咧 D minor 7咧又係啦 ，D 啦，隔一個音彈 F， 跟住隔一個音 A， 隔一個音，哇，咁啊 D minor 7咯。咁如果你要跟足佢咁 flat fifth 咧呢個，跟住就係 C 啦，咁咪彈 C 咯，隔一個音，跟住波子棋跳法隔一個音，咁呢個係 C 咯，咁將呢個 C 調咗上嚟啫嘛，咁啊咁樣咯。最後咧就係個 G 啦，咁啊彈個 G 啦，跟住隔一個音，波子棋跳法，搞掂。你有冇發現啊？根本唔需要背啲乜嘢噶，全部和弦咧都係同一個動作。你揾咗第一個音，然後跳兩下。頭先4個和弦，你今晚自己試下，10分鐘搞掂。話我知下條片想彈邊一首歌。